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，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。要来看到讲到台北特色的料理，一般人拢会想到牛肉面。到一个协会为了要来推广牛肉面，特别办牛肉面评选的活动，拢总有56间业者来报名。为了要公平，拢是用同款的碗盘来比赛，互评审唔知讲到底是某面店的店名，看什么人的功夫较平切。将基本新北市邦桥一间30年历史的牛肉面店，用上盖青的大骨控的牛肉汤。36点钟摕到比赛冠军。评审嘛讲，一碗牛肉面要好食，爱伫咧15分钟内就爱煮好势。面条也有肉质，拢是好食的关键。带大家做伙来食看卖。牛肉面专家摆一排为牛肉面评分，食的是倒一间店的牛肉面，因拢唔知影，所以唔拿爱片面的香味。牛肉有好食无，更加是摕到冠军的重点。冠军得主是皇家传承。摕到2019台北牛肉面享誉国际评比赛冠军的店，就是新北市的这间有要30年历史的皇家传承牛肉面店，用大锅来控牛肉，控36点钟，加上无加味素甲香料，互因摕到头名。有腱子心以及肋条，那吃起来相当的，我们用特殊的料理手法，让里面饱含了这个牛肉的汤汁。甲面下落滚水内底沙，时间一个到就赶紧好起来，刷落较汤，甲牛肉放入去，看到互人脆软一滴滴。第2名的就是台湾一品，汤头有半红烧、半清汤的口感，加无共品质的柑仔味来控汤，互汤头更较顺。另外，季军是这间牛将军，用泰国式的手法，互牛肉面食起来有一寡柠檬的清香，也受到评审的肯定。如果冷了又不好吃啊，没有现煮不好吃，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就在这个15分钟内让评审去试吃。专家建议牛肉面要好食，唔拿爱掌握15分钟上好食的时间。另外面唔拿爱 Q， 爱有袂爱香味，佮爱会素汤。牛排部分爱用摆摆火去煮，互牛筋变软，口感佮袂走去，才会当互肉食起来袂伤柴。掌握到这个重点，就会当互牛肉面变做互人无法度放袂记的好滋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